国际新闻来看，土耳其总统的选举将是举行第2轮的决选。土耳其现任的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讲伊选赢，这嘛已经是伊的第3任期了。选举委员会嘛已经正式宣布讲埃尔多安当选，咱国外交部嘛向连任的埃尔多安总统表示恭喜。 土耳其的车路顶拢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，听到胜选的消息，大家拢出门庆祝，将在所在塞车。 Mutluyuz, ortam belli, atmosfer belli, süper yani. 埃尔多安以过半的支持率赢到第3总统任期，也是土耳其第1位以直选先后担任总理加总统的政治人物。这边选调，伊的任期将会一直到2028年。 Öyle bir kazanacağız ki kimse kaybetmeyecek demiştik. Öyleyse bugün kazanan sadece Türkiye'dir. 伊若得到6党反对联名支持的中国人民党总统候选人吉里达欧鲁选书，伊讲虽然有真侪压力，不过咱正明确知影人民想要改变专制统治。Bilin ki benim asıl üzüntü sebebim ülkeyi bekleyen çok daha büyük sıkıntılardır. O sıkıntıların karşısında da ilk olarak bizlerin duracağını bilmenizi isterim. 今年69岁埃尔多安成功连任，其实和反对者正意外，尤其伊的政府伫今年2月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救灾处理的动作，互人批评伤慢。迄当阵就有人讲，人民将会用选票改挺翻，尤其个拄到通膨危机，反对派也认为将有机会改救来。不过伫咧5月14第1轮投票，包括议会选举，伊的正义发展党伫咧东灾区11个省内面的10个省拢选赢，也个帮助民友摕到国会多数席次。不过这边选举是土耳其有史以来第1遍需要建立第2轮投票的选举，被认为是对土耳其影响上大的选举之一。不过，在俄乌战争爆发了后，土耳其造成乌海粮食出口，对瑞典、芬兰加入北约掌握着关键的决定，也甲中国甲俄罗斯拢保持良好的关系。埃尔多安重新规划国政、经济、安全加外交，加8500万人口的土耳其定位成为地区的强权。这边个选赢，更加强化伊未输的历史形象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印度